小宝宝告白一下吧 ，You go。今天我也像做梦一样，特别幸福，很想快点再见到大家。我爱你们。耶，好可爱。我还记得我们上次第一次来香港开了我们的 showcase， 那个时候我们就舞台在前面一点，可是我们今天的演唱会我们。怎么讲，就比较往后拉出来，所以有比较多粉丝。然后呢，真的谢谢你们大家，就一直爱我们的声音。我们下次再开演唱会的话，我们。把这个舞台拉到最后面去，好不好？你们会等到我们下次会来吗？答应吗 ？Thank you so much, Hong Kong. Love you guys. 香港，好耐冇翻過嚟表演。咁之前翻嚟好似我啱啱講話，我哋上次因為Japanese 演唱會翻過嚟香港開 show， 因為我哋嘅 showcase 場，因為媽媽個頒獎典禮都有嚟到香港開 show， 但係今次特別唔同，因為點解咧？係我哋GOT7嘅 solo 嘅演唱會，所以係好難係第一次啊！你明唔明啊？真係覺得好榮幸可以喺香港開我哋GOT7嘅演唱會。喺我第一日去韓國嗰時就 This was my dream。我知道同埋你哋每日都好忙，好多謝你哋你哋咁花咁多時間嚟睇我哋嘅演唱會，你哋每日都知道你哋好忙、好辛苦、好大壓力，但係希望你哋唔好令到嗰啲負能量去影響到你哋每一日，希望你哋每一日健健康康，唔好理人哋講你乜嘢，你做好自己就得啦。同埋我哋會 promise， 我哋應承你，我哋GOT7會再翻嚟，我哋下次翻嚟，我哋去紅館好唔好啊？有機會先去啦。OK。仲有今日我爹哋媽咪都嚟咗，爹哋媽咪仲有啲由細到大一齊成長嘅朋友都嚟到，好多謝你哋由細到大咁愛我咁錫我，I feel so proud， 我好自豪有你哋 ，Thank you so much，Thank you Hong Kong， 身體健康 ，OK。講話